你走出這道門，我就當死在今天。太小看2026年的張柏資了，從棄婦到帶貨女王，這才是對謝霆鋒最狠毒的復仇。一引言，從情感犧牲品到輿論焦點，你走出這道門，我就當死在今天。這句帶着決絕與悲愴的話語，曾被無數人腦補為張柏資在婚姻破裂時的內心獨白。在謝霆鋒與王菲世紀復合的輿論風暴中，張柏資一度被貼上棄婦標籤，成為公眾同情與議論的焦點。然而，當時間來到2026年，這個曾被命運捉弄的女人，正以帶貨女王的姿態站在商業巔峰，用一場漂亮的逆襲戰，改寫了所有人對復仇的認知。二破局，從情感泥沼到商業戰場。一婚姻崩塌後的至暗時刻。2014年謝霆鋒與王菲復合的消息，如同一記重錘擲向張柏資。彼時他剛經歷艷照門事件後的輿論圍剿，又遭遇婚姻破裂的雙重打擊。媒體鏡頭下，他抱着孩子流淚的畫面，成為公眾心中可憐女人的經典注腳。那段時間，張柏資的事業陷入停滯，代言紛紛解約，影視邀約夜減，甚至被傳出靠謝霆鋒撫養費度日的謠言。但鮮為人知的是，在公眾視野之外，張柏資正醞釀着一場靜默的蛻變。他買掉香港半山豪宅，帶着2個兒子移居上海，在遠離輿論中心的地方開始重新規劃人生。這種物理隔離策略，既是為了保護孩子免受媒體騷擾，也為自己的2次創業爭取喘息空間。二直播帶貨，從試水到統治。2020年，直播帶貨行業迎來爆發期。當其他明星還在猶豫是否要放下身段吆喝買貨時，張柏資已悄然入駐某頭部平台。他的首場直播創下驚人紀錄，觀看人數突破2000萬，銷售額達1.2億元。其中一款兒童保溫杯更是在3分鐘內售罄。這場直播被業內稱為明星帶貨的里程碑事件，標誌着張柏資正式開啟商業版圖擴張。到2026年，張柏資的帶貨帝國已初具規模，個人品牌矩陣，旗下擁有資深寶貝母嬰用品、滋味人生、食品、滋味時光美妝3大品牌，年營收超15億元，直播數據霸榜，連續3年蟬聯618雙11帶貨女王，單場直播最高銷售額達5.8億元，供應鏈掌控力在浙江、廣東投資建設5個自有工廠，實現從設計到生產的全鏈條控制。粉絲經濟變現，抖音粉絲突破6000萬，小紅書筆記點讚量常居榜首，私域流量池估值超30億元。這種從情感受害者到商業女王的轉變，遠比任何狗血復仇劇更令人震撼。三復仇邏輯，用成功消解仇恨。一超越情敵對比的陷阱。在公眾想象中，張柏資的復仇應該是對王菲的針鋒相對，比如搶奪音樂資源、製造話題碰瓷。但現實中的他選擇了一條更高級的路，徹底跳出謝霆鋒前妻的身份標籤，在完全不同的賽道建立統治力。當王菲在音樂領域繼續她的傳奇時，張柏資在商業領域創造了新的神話。這種錯位競爭策略，讓所有試圖比較風飛茲的討論失去着力點。二用財富重構話語權。2026年福布斯中國名人榜上，張柏資以年收入4.2億元位列第12位，遠超謝霆鋒的1.8億元和王菲的0.9億元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，他的主要收入來源並非傳統演藝事業，而是直播帶貨和品牌運營。
這種去明星化的財富積累方式，讓他在輿論場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主動權。當媒體再想炒作謝霆鋒養家時，他可以用實際數據讓謠言不攻自破。3. 母職與事業的完美平衡。在帶貨領域，張柏芝開創了媽媽經濟新模式，選品策略80%商品聚焦母嬰、家居、食品等家庭消費領域，精準切中30到45歲女性群體。內容設計，每場直播設置芝媽小課堂，分享育兒經驗、收納技巧等實用內容，增強粉絲粘性。情感營銷，經常帶着3個兒子出鏡，塑造超人媽媽形象，將個人生活轉化為商業資產。這種事業即育兒、帶貨即分享的模式，讓他在商業成功的同時，也完成了好媽媽人設的升級。當謝霆鋒因工作繁忙被批缺席父親時，張柏芝正用實際行動證明，單親媽媽同樣可以給孩子完整的愛與優質的生活。4. 商業帝國的構建密碼。1. 精準把握時代紅利。張柏芝的帶貨成功並非偶然，而是對時代趨勢的精準把握。平台選擇2020年果斷入駐抖音，抓住短視頻電商爆發期。品類定位聚焦他經濟與家庭經濟交叉領域，避開紅海競爭。技術賦能，投入重金打造虛擬主播團隊，實現24小時不間斷直播。2. 供應鏈的深度掌控。與其他明星帶貨依賴第三方供貨不同，張柏芝從2022年開始佈局自有供應鏈，投資建廠，在東莞建立母嬰用品生產基地，在杭州設立美妝研發中心。質量管控，引入國際認證體系，所有產品通過 SGS 檢測。成本優勢，自有工廠使毛利率提升至65%，遠超行業平均水平。3. 粉絲經濟的創新運營。張柏芝的粉絲運營堪稱教科書級別，分層運營將粉絲分為資深會員之美、VIP 之美、至尊3級，提供差異化權益。社群裂變，通過老帶新獎勵機制，實現粉絲數量指數級增長。數據驅動，建立 CDP 客戶數據平台，精準分析粉絲消費行為。這種從流量到流量的運營策略，讓他的絲滑流量池成為真正的商業護城河。5. 心理博弈，最高級的復仇是遺忘。1. 對過去的徹底切割。在2026年的採訪中，張柏芝極少提及謝霆鋒或王菲。當被問及情感經歷時，他總是微笑回應：我的現在比過去精彩得多。這種不回應、不解釋、不糾纏的態度，比任何激烈的反擊都更具殺傷力。當一方已經翻篇，另一方的存在就失去了意義。2. 用成功定義自我價值。張柏芝曾在直播中說：我以前覺得女人最大的成功是嫁個好男人，現在才知道能靠自己的能力讓家人過上好日子，才是真正的成功。這種價值認知的轉變，讓她徹底擺脫了情感附屬品的心理定位，成為自己人生的主宰者。3. 對孩子的正向影響。大兒子 Lucas 在2026年接受採訪時說：媽媽教會我，真正的強大不是打敗別人，而是超越昨天的自己。這種教育理念，讓3個兒子在單親家庭中依然成長為自信、獨立的少年。相比之下，謝霆鋒與兒子的關係雖在改善，但公眾印象中仍難擺脫缺席父親的標籤。6. 社會啟示，獨立女性的新範式。1. 打破受害者敘事陷阱。傳統觀念中，離婚女性往往被定義為受害者，需要通過再婚或情感報復來證明自身價值。
張柏芝用行動證明，女性完全可以通過事業成功實現自我救贖，甚至創造比婚姻更輝煌的人生。二、重新定義復仇邏輯。真正的復仇不是讓對方痛苦，而是讓自己活得更好。張柏芝的選擇，為所有經歷過情感挫折的女性提供了新思路。與其在仇恨中消耗自己，不如將精力投入自我提升，用成功讓所有質疑者閉嘴。三、商業與母職的兼容可能。在職場媽媽與全職媽媽的二元對立外，張柏芝開創了第三條路，將母職經驗轉化為商業資產，既實現個人價值，又完成育兒責任。這種模式為現代女性提供了新的生存範本。七、結語：沒有輸家的情感博弈。當2026年的陽光灑進張柏芝的直播間，她正熟練地介紹着新款兒童書包，屏幕上的銷售數字不斷跳動。而在千里之外的香港，謝霆鋒正在錄音棚為新電影配樂，王菲在大理的茶室裏擦拭紫砂壺。這三個曾經被命運緊密糾纏的人，如今各自活在屬於自己的精彩裏。張柏芝的復仇故事最終證明了一個樸素的真理：人生最漂亮的反擊，不是打倒對手，而是活成讓對手仰望的樣子。當他用大貨帝國的輝煌改寫命運劇本時，所有的仇恨、質疑與同情都顯得微不足道，因為真正的強者從不需要通過比較來證明自己的價值。這場持續20年的情感博弈沒有輸家，謝霆鋒找到了藝術與商業的平衡，王菲守護了精神世界的純正，而張柏芝則用最震撼的方式告訴世界，一個女人的價值從來不由婚姻或男人定義。